啱啱咧喺香港舉行完演唱會嘅棒棒堂，一返到台灣就因為體力透支，需要休息幾日。呢日咧佢哋大病初愈，就馬上喺炎熱嘅天氣底下舉行新專輯嘅簽唱會，着上長袖格仔西裝，仲要咧又跳又唱，搞到咧大汗淋漓兼妝都溶埋。不過健美小姐嘅出場，即刻咧令到棒棒堂精神為之一振，王子更加抱起健美小姐以正體力添。講到咧佢哋喺香港嘅首個歌唱，佢哋咧就話意猶未盡啦。不過咧對於被指演唱會咪嘴，成員威廉咧就話要以行動嚟到澄清啦。大家都就是覺得是因為我廣東歌那一部分好像就是嘴巴的感覺，好像是感覺給大家一種對嘴的感覺。其實我知道我其實沒有唱得非常的好，但我絕對沒有對嘴。對，因為我要跳第一次嘗試國標舞，然後也要第一次嘗試廣東歌的部分。其實我那時候其實比較沒有自信，我可能唱出來的感覺就是比較沒有自信，所以大家會覺得那個沒有感覺誤解我，而且就是可能。因為還有何音老師有跟我一起唱，所以其實我覺得讓大家就有比較多的一些誤會。對啊，其實要不要現實他有聲音唱出來嗎？有，其實我要講，不然你現在唱一唱，唱嘛，我有唱啊。生理基本真愛他，生理基本一個他，他偏可太不要跳，不要跳。